求那主，阮恳求你赐福保守看顾，充满稳定伫阮的中间。恳求你帮助阮会当安静阮的心，互阮的服侍得到你的欢喜。求主你大大赐福保守看顾，今日的礼拜拢真顺遂。感谢主，感谢主。咱也特别为着今早去要服侍的正当工来祈祷，咱为着要献诗的西罗合唱团以及书会讲道，今日是玉山新行伊的纪念主日，咱特别为着约翰尼传道来祈祷，求上帝保守看顾。咱也为着外面的招待这兄弟姊妹来祈祷，咱出声来祈祷。现在主，阮恳求你赐福保守看顾，充满稳定伫阮的中间，阮伫你的厅内底做主，阮将今早去服侍正当工，拢仰望交代伫你的手中，求你赐福保守看顾，充满稳定，大大赐福，阮真正真顺利的进行。咱也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咱即摆已经恢复实体礼拜，希望讲大家伫这疫情较平稳的过程中间，会当恢复正常的生活。咱也为着咱的国家来祈祷，虽然疫情有较平稳，但总是咱也面对真侪挑战，所以咱特别为着台湾来祈祷，也为着全世界各国。受到这武汉肺炎的影响，这疫情的影响，这国家来祈祷，咱出声来祈祷。祝福看顾，阮伫你的厅内底，大大保守。稳定充满的赐阮的主，阮感谢你的稳定，感谢你的听堂，保守阮经过一礼拜久，互阮身体心灵拢得到平安。当阮来到你的圣殿，有份透过礼拜甲你三千君，阮因为安尼来献上阮的感谢。亲爱的主，阮恳求你帮助阮，互阮的心安静，会当自信地服侍你、敬拜你。在这个礼拜中间，恳求主你也保守看顾今早起要带领阮礼拜的正当工，因带保守看顾因，用你的圣神充满因，透过因的带领，互阮会当将阮的心灵甲诚实表露出来，来荣光你的圣名。亲爱的主。阮也将阮的教会仰望伫你的手中，求主你帮助阮，伫实体礼拜开始了后，会当渐渐恢复正常的运作，互所有的兄弟姊妹的信心得到坚固，保守看顾阮的一切。阮也将阮的国家台湾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赐福保守看顾，互阮的国家得到你的保守。得到安全，也互阮伫未来充满盼望。所以，阮也将全世界各国受到武汉肺炎影响的这国家，拢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你掌管保守。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
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既然伫我内面的，也着学乐伊的圣名。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毋通袂记得伊一切恩惠，伊赦免你拢总的罪，医好你拢总的病，伊救赎你性命脱离死亡，用仁爱甲慈悲做你的免流。接着我要来宣调。咱要做阵来吟圣诗，学乐上帝。圣诗27首，上帝做阮代代帮赞，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圣诗27首。
请咱同心按头来祈祷。全能慈悲疼痛阮的阿爸爸上帝，阮要学到你的圣名，因为你创造宇宙万物，互阮享受大自然的水甲好。阮要感谢你赏赐阮丰盛的性命，有10000人中拣选阮做你的囝儿，世世代代做阮患难中及时的帮衬甲倚靠。今早起，阮来到你的圣殿敬拜你，要用谦卑安静的心，听你的话语甲教示。阮要感谢你极大的恩惠，伫即摆全世界受到武汉肺炎病毒严重伤害的时，保守台湾这块土地的人民有完全、安全、幸福、正常的生活。阮要感谢你，阮要感谢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专家团队以及一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无暝无日辛苦的付出。恳求上帝怜悯阮人类的自私甲愚妄，求你予全世界会当早日脱离病毒危险的困境。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无比的疼，甘愿为着拯救阮来到世间，受定在十字架顶，牺牲性命，用你的宝血洗清阮的罪。恳求你赦免阮隆重的歹，医好阮一切的病。主啊，阮切切羡慕你的义，亲像鹿切切羡慕溪水。求你赐阮气力甲智慧，学习主你的行道，勉励家己甘心服侍，听阮的厝边，亲像听阮家己。每日反省阮的言行，互阮所讲所做，拢会当合理你的旨意，成做别人的祝福。即时，阮也要为着身体欠安、家庭有死失、工作拄着挫折、生活散乡的人来祈祷。恳求上帝特别看顾安慰因的心灵，赏赐因信心甲勇气，为因开路，早日脱离忧伤困苦的境境。今仔日是玉山神学院的纪念主日，感谢尤汉尼传道师代表玉神来正道传讲上帝的信息。愿讲的甲听的拢得到上帝的保守甲祝福，也毋望玉山神学院有圣灵的带领，校务日日进步，继续培养侪的传道师，宣扬上帝国的福音至台湾每一个角落。恳求上帝你的慈爱、恩典、平安甲喜乐，甲阮大家同在。阮安尼祈祷无完全，只是阮要用嘴声，用主教是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
这时咱要来启用，启用文字圣诗后壁第35页，启用文第25篇。我要举目望山，我的帮赞是对耶和华来。伊无要互你的脚摇掣，保守你的是耶和华。彼时太阳无伤你，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灾害。日出日入，耶和华要保守你。继续，咱要来吟圣诗72首来阿罗上帝，请咱起立圣诗72首，阿罗全能的主上帝。
坐。今仔日要请西罗啊来学乐，因要学乐的诗歌是来就跟我。耶稣讲，既然话重担、孤单的人都来就跟我，感谢西罗亚诗班用遐水的诗歌，带咱来敬拜，愿一切荣光拢归至上帝。这时，咱要来讲读上帝的话，记载自圣经马可福音第2章
现代中文译本58页，马可福音第2章第1节甲12节。过了几日天，耶稣佫转到甲伯农，伊伫厝的消息传开了，真侪人聚集，厝内挤满人，连门口也徛无空地。耶稣因讲道的时，有4个人跟着一个患伤的病人来见耶稣，因为人真多，因无法度甲伊跟到耶稣的面前，就伫耶稣所徛迄位的厝顶拆开一个空，然后甲病人连同伊所倒的被仔垂落去。耶稣看见这个人的信心，就对患伤的病人讲：“少年人啊，你的罪得到赦免了。”有几人的经学教师坐一遐，心内议论讲：“这个人竟然敢讲这款话，除了上帝之罪有赦罪的权柄呢？”耶稣马上看出因在长什么念头，就对因讲：“恁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呢？对病人讲你的罪得到赦免是较容易呢，还是讲提起你的被仔徛起来较容易呢？我要恁证明人子是地上有赦免的权柄。”耶稣就对迄个患伤的病人讲：“我吩咐你起来，提起你的被仔，转去你的厝。”迄个人起来，马上提起被仔，伫大家注目下面行出去。大家非常惊讶，就懊恼上帝讲：“阮从来毋捌有看过即种的事。”圣经以上，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去行的人。今仔日真欢喜下面要请尤哈尼牧师代表玉山新人院来传讲上帝的信息。伊要讲的题目是耶稣看见因的信心。耶稣看见因的信心。亲爱的主内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用无论做的话，我爱讲有你人，灭国灭丧。伫台湾甲全世界，因为武汉的肺炎的冲击，咱的正常的工作甲生活，甚至咱教会礼拜有受到影响。我会伫遮代表玉山新学院，向咱的相连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来请安。愿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喜乐，常常甲恁三甲伫咧。今仔日是玉山新学院的奉献纪念主日，学校非常感谢咱相连教会对玉山新学院。对伫过去到伫即马不断的支持、带导甲帮赞。去年的玉山新学院纪念主日，学校有收到咱相连教会467755块的奉献。毋干那安尼，另外搁较大条，就是咱相连教会。帮赞玉山新学院去这个老师的宿舍，有补助100万。这对伫玉山新学院的经营甲发展有真大的帮赞。愿上帝纪念也祝福恁为着玉山新学院
所做一切美好的事，为着爱互大家更较清楚，玉山成立伊最近的状况，且用几分钟的时间，咱来分享学校所制作的学院的状况的底片。
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马可福音第2章第1节至12节，是记载耶稣伫加百农城医治一个病髓的神迹。当耶稣爱进入加百农城的时，因为城内的百姓有缘会记得耶稣捌伫这个城来行神迹。所以，一个传10个，10个传100个，拢知影耶稣伫要第2次进入加百农城。所以，这个社区有造成全社的轰动，人山人海的聚集。无久，就将耶稣甲众人聚集的迄间厝挤满满，照圣经所记载，甚至连门口拢无空地。有一个患着病髓病的几位朋友，听讲耶稣搁爱进入加百农城。因就马上决定，爱将因的朋友，就是这个病髓的，爱带到伫耶稣的面前，用血人来更伊，总是真可惜。因的时间受活，耶稣甲众人聚集的迄间厝，人拢已经挤满满。袂当入去，因互这众人群众拒绝伫门口。迄当时，因是何等的失望，总是这人拢是这个病髓的好朋友，因有缘亲信这个病髓。若是会当接近耶稣，耶稣一定会医好伊的病。最后，因无放弃任何的机会，想出排除阻碍的计划甲方法，就是对门口的楼梯，将这个病髓的扛到伫厝顶，因也。将厝顶掀开，因就用锁啊，将这个病髓的坠落到伫耶稣的面头前。圣经记载，耶稣看到因的信心，就对这个病髓的讲：“细仔，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伊也对这个病髓的讲。我吩咐你起来，摕你的毯仔转去。这个病髓的就马上起来，摕伊的毯仔，当着众人的面头前行出去。照圣经所描写，众人拢共啊，归荣耀互上帝讲。阮从来毋捌看见这个事。今仔日的信息，咱爱特别注意，耶稣是因为看到这个4位跟这个病髓的人的信心，特别感动去医治这个病髓的患者，因的信心。也值得咱今仔日的教会，甲众兄弟姊妹来思考、学习。头一个，耶稣看到因的信心，因为因的信心是承担责任。圣经记载，耶稣甲众人聚集的迄间厝，聚集的人非常的多。门口拢无空位，
门，或者群众踢掉啊，可见群众对耶稣基督的来访，皆有高度的期待，大家拢会大声徛伫耶稣的面头前，来听耶稣讲道理，看伊行神迹。这4位跟便随的朋友，因的时间真活，真可惜，而且互众人拒绝伫门外，因唯一的理由是甚物？因为因爱了搁较侪的时间甲精神来搬运这个全身躯拢袂当行动的这个便随，因为着无能为力的这个便随，承担帮赞的责任。咱来看，因承担责任的信心，有几个值得咱学习的特色，甲信仰的精神。大先，因确信，若是会当将这个便随的送到耶稣的面前，耶稣一定会医好伊的病。这就是信心的中心价值，也是因愿意为着这个便随的完全付出的一个动力。因感觉，因怎样来付出，拢有价值。因确信，若是将这个便随的接近耶稣，因所做的努力，一定袂归伫空空。基础，这4位朋友，因愿意承担搁较大、搁较困难、搁较重的责任。承担责任的方式有足多，咱会当选择闪避责任。你嘛会当闪避你嘛会当选择较少、较轻松、较容易的责任，还是讲你爱选择搁较困难、搁较重、搁较大的责任？闪避责任，咱就无负担。轻松的责任，咱的负担较少；总是较困难、较重的责任，咱所承担的责任、付出甲挑战就搁较济。咱看到这个4位朋友，因的选择是选择搁较大、搁较困难、搁较重的责任。因帮赞的是一个所有的身体拢无法度家己行动，是社会中上无能为力的人，所以需要搁较济，特别是死的人来供伊才会振动。亲爱的兄弟姊妹，你敢愿意为上帝、为教会、为社会承担搁较大、搁较困难、搁较重的责任嘛？另外一个就是因系决心爱完成因的责任甲使命。当这个4位朋友发觉迄间厝的门口，互群众踢掉。阻碍因亲近耶稣，因无将这个便随的放落来，
然后讲，真是嘞，门塌掉啊，咱无法度进入这间厝来见耶稣，所以真是嘞，咱来转去，无法度。反正因将这个便水的降到伫厝顶，而且将厝顶掀开，用锁啊，将这个便水的对落到伫耶稣的面头前，最后，互这个便水的伊的身体、因的心灵完全得到耶稣的医治。这四位朋友因所设计的责任甲使命，就是爱将这个便水的送到耶稣遐。虽然拄着济的阻碍，无路通行，济的困难，因犹原积极尽一切努力甲智慧，将这个便水的记着耶稣基督，来达成因的责任甲使命。第二，耶稣看到因的信心，因的信心就是有影响力。请大家特别注意第5节，耶稣看到因的信心，就对这个便水讲：“细仔，你的罪赦免。”耶稣医治这个便水的真正的感动，就是来自这4位跟便水的人，这4位朋友的信心。因帮赞这个便水的来解决便水一生的上大的问题，也帮赞伊改变伊一生的命运。这4位朋友的信心，互耶稣宣告伊的罪得到赦免。因跟这个便水到耶稣的面前，原来的目的真简单，就是期待耶稣会当医治伊的身旧的病。总是耶稣头一个动作是什么？头一个动作却是宣告伊的罪得到赦免。耶稣安尼做，主要就是爱互大家会当了解，美伫病的背后，搁较深的病因，可能是罪恶，因为足济破病造成身体的无爽快，其实是内在的罪恶，造成心灵的跨入甲精神所引起。特别是耶稣的时代，一般社会拢普遍相信，有足济未当医好的重病，一定是罪恶的结果。这4位朋友，或者便水得到身体的医治。耶稣对便水讲：“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毯仔转去。”耶稣这句真简洁的话，伫遐来宣告，这个便水的多年来上大的痛苦、限制、甲阻碍，已经得到解决。耶稣叫这个便水的拿你的毯仔转去，耶稣也宣告，长年以来
便随伊本身无能为力，完全依赖别人的施舍、同情，看人的面色，无人性尊严的生活已经结束，但伊会当转去到伫伊家己的厝，来展开新的希望的正常的生活。亲爱的兄弟姊妹，信心绝对是充满影响力甲力量。亲像这四位朋友的信心，教育来感动耶稣，好便随的唔干啊身体得到医治，伊的罪也得到赦免，详时改变这个便随伊的人生，互伊有相当的自由、尊严的人生。亲爱的兄弟姊妹，咱千万唔通轻视你家己的信心。你的信心会当改造你家己，你的信心会当帮助你的家庭的幸福，你的信心会当互教会的宣教成长，你的信心嘛会当祝福咱的社区、社会，甚至国家以及世界人类。耶稣爱咱最光最盐，所讲的就是信心的影响力。100年前，马该博士抱着对伫耶稣基督的信心，来到咱台湾。台湾当时也是世界国家中、地区中一个真落伍、经济也毋是真好的所在。总是马该博士抱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来到台湾来宣教，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宣教的事工建立良好的基础，也有好的发展。伊所做的、所贡献的医疗事工，今仔日也祝福台湾社会甲人民的健康。70几年前，玉山神学院初期的创办人甲开拓者，因拢是对咱本地教会的牧长。伫玉山神学院经费严重的欠缺，无固定的校园，四处流浪，总是这个开拓者有缘抱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训练原住民教会的领袖甲传教者，互原住民今仔日伫800几个原住民的部落，有建立500几间的教会，互原住民充满盼望。玉山神学院到伫今仔日，伊无倒点，反转真稳固伫遐来发展。这拢是信心的影响甲力量。亲爱的兄弟姊妹，信心就是影响力。咱敢会当用这款的影响力来帮助咱的教会从事伫台湾的宣教的工作。第三，耶稣看到因的信心，
因的信心是和上帝的名得到荣耀。这段圣经甲咱讲，耶稣对便随讲：“我吩咐你起来，摕你的毯仔转去。”这个便随就马上拿伊的毯仔，当着众人的面头前行出去。照圣经所描写，众人拢讲啊，归荣耀和上帝讲：“阮毋捌看见这个事。”这四位朋友抱着信心所努力的所做的，除了这个病人得到身体的医治，甲罪恶得到赦免，另外有产生两种结果，影响当时的人群甲社会。头一项就是这四位朋友所做的一切，有互人、互整个社会有共雅的吸引力。这段经文记载，这个便随得到医治，家己会当行走，这是非常大的代志。所以，这个代志有吸引众人的眼光，互人讲啊。我捌伫外国一间真大的教会受邀请参与礼拜，这间教会会当有1-2千人伫遐来做礼拜，相当大的100年的一间教会。礼拜时间到，司会者就台宣调开始礼拜。我实在唔敢相信，全场的礼拜参与礼拜的人无到30人。礼拜了后，迄间教会牧师就伫遐甲阮解说，因为因看阮真失望。伊讲现代的教会前一代的基督徒拢已经过身啦，后代的年轻人无愿意到教会，教会失去了吸引力。有足侪人对教会，特别是少年人，对教会无兴趣。今仔日教会是毋是爱思考？教会甲基督徒，互人共雅的吸引力伫倒位？另外，这4位朋友因所做的，就是将一切荣耀归乎上帝。众人因为看见过去毋捌看见的事，便随得到医治，家己会当行走。照圣经所描写，众人就将一切荣耀归乎上帝。这4位朋友因所做的、因努力的、因付出的，因实在想袂到，会当荣耀上帝。这就是教会甲基督徒的信仰的精神。咱所做的一切，毋是爱荣耀咱家己，提升咱家己，特别将一切荣耀归乎上帝。这是咱长老教会传统真重要的信仰精神之一。一切荣耀归乎上帝。
基督徒甲教会的一生，就是荣耀上帝一生。耶稣看见因的信心，因的信心是承担责任甲使命，因的信心是有影响力，因的信心是上帝名得到荣耀。我也真确信，在这个时代，耶稣嘛会看见咱相连教会牧师甲众兄弟姊妹的信心，因为我确信，相连教会绝对是一个承担责任甲使命的教会。我也确信，相连教会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教会。我嘛确信，上帝会帮助咱相连教会，和上帝名得到荣耀。咱三甲来祈祷。慈悲满满的上帝，愿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竞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伫台湾这个岛屿徛起，为着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你也设立竞选相连教会，来担当教会宣教的责任。求主加添你的圣神的气力，和相连教会在这个新的时代，会当充满信心，来承担时代的责任甲使命。求主也加持相连教会，加做一个有影响力的教会。求主也特别祝福相连教会，和相连教会因所做一切，会当和上帝名得到荣耀。愿安尼感谢祈祷，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尤安尼传道师的勉励。这时，咱要来吟圣诗，回应上帝听。圣诗257首，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圣诗257首，心目五主坚固。
谢，这时要来奉献，为奉献大声，要欢迎今仔日头一摆来做礼拜，也未添声留名卡的来宾，请你添声听表了后，交互奉献的即时来奉献。起立，奉献的祈祷，准备听堂的阿爸爸上帝，我们感谢你赏赐阮一切拢无欠缺，阮的健康，阮的财情，阮的事业工作，拢是你的保守。我们即时奉献金钱，互你。要做教会事工的路用，阮也甘愿要献上阮的所有的心神来做你的库具。阮安尼感恩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这时我要来报告本会消息。本主日是总会所定玉山新人院的奉献主日，
感谢尤哈尼伊斯卡卡福特传道书代表玉神，伫本会各场的礼拜中正道请安甲报告，愿上帝赐福玉神全体师生的学习、生活甲服侍。本会会友陈秀美姊妹的老母陈可阿水女士，自4月26安息主怀，定是5月29上午10:50一家己市立殡仪馆要举行公祭，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来看第6页，随咧就教班的消息，6月24开始有6堂的课。要参加8月16受洗的兄弟，请向郭医生干事来报名。第一摆上课要交一张生活的相片。第7页，吴伯庄讲义所的消息，罗牧师的查经班自6月初3要开始开课，6月初6台语罗马二班甲读册会，原仔要来开始上课。团契消息，乡内团契是5月25明仔载上午9点半有聚会，是7楼的礼拜堂。课语团契5月30本周六10点30分，19楼联谊厅有聚会。报告以上，下面要请蔡牧师来欢迎新朋友。好，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唔知咱中间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伙礼拜的兄弟，牧师来介绍。我来介绍这个约翰尼传道书哈。咱今日真感谢伊来甲咱做伙分享信息。约翰尼传道书，伊过去捌伫玉山神学院，捌伫总会服侍过。伊过去也捌担任过咱的国家的原住民委员会主委，嘛去互派去甲即个斐济做过大使。所以伊即马退休，等于甲家己的故乡。咱今日真感谢伊甲咱做伙分享，咱拍鼓来感谢。请大家继续关心玉山神学院的各项事工，也持续替因代祷甲奉献。这个时阵，牧师带大家做伙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保守看顾阮，拢得到平安。当阮会当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阮是何等的欢喜，何等的快乐。总是主，阮恳求你保守看顾。真济抑个伫这疫情影响的国家甲地区，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互阮会当透过这个疫情来反省，特别反省阮甲你中间的关系。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互阮真实明白你的心意，来照安尼去行。阮将在座所有兄弟姊妹，拢仰望交在你主的手中。求主加添阮气力，保守看顾阮的一切。阮也特别将奉你的名所设立的玉山神学院，仰望交在你主的手中。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这间学校，互老师同学透过因的学习教学以及服侍，互原住民地区的宣教会当扩大去。求主你也保守看顾约翰尼传道。互伊的服侍力上加力，温上加温。阮将这个事拢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看顾。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这时，咱要吟上言513首，请咱起立来吟上言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扶持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道谢恩，强受车恳。